本期节目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甲阿迪来开讲 Podcast 频道共同制作。节目内容会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 YouTube 和 Podcast 节目《价码相传》、义卖相传，以及阿迪来开讲频道共同播出。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为故事上来开讲。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迪，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今日的来宾咱有两位，本来我想讲加上主持人阿迪我本人咱三个拄好会使来扮仙安尼啦做一出三仙花，福禄寿三仙多三个人。不过想想呢，阿迪迄个道行实在还佫无够啦。咱今日来宾若讲轮虚岁一个89岁，一个95岁。若讲人生70才开始嘛两位是长青春阿迪要投胎就还佫排无分所以其实咱这集要专讲来摕三仙花这个扮仙戏来举例是有真重要的原因因为今日的来宾呢是布袋戏的国宝陈锡凤先生还有嘉礼戏的国宝林金莲师，这两位算讲是老仙角老仙派然后那请两位先甲咱的听友先小证明一下好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都，好，不要紧，咱后壁继续讨论。来，过来请连师。大家好，我是跳将军的法师林金莲。连师有一句咧专讲固定讲的方法，敢若咱的美食共款出来都一开喙的时候，大家谁知影你是创什么代志的两位因为已经是国宝当中的国宝啦所以大家去对两位拢有真侪介绍你若去网络一找关系恁的资料实在有够侪啦。不过迄拢是别人讲别人写的恁家己本人我真好奇讲，今日若是你拄到一个人其实对这物件其实有兴趣，不过伊还佫无去了解这代志的时阵，你要甲自我介绍讲我是做这道的我是什么人，你要安怎甲对方来自我介绍？我想大家较少听到恁介绍家己一般拢是来主持人来介绍恁但是你会听到恁该介绍家己，所以咱想讲小小考试一下因为我知影两位这个身体头壳拢是活灵灵所以真厉害。来先互咱为这个锡凤先生这边开始好吧？咱这个讲中戏不是有这布袋有差别的对吧？就有两种的，是布袋是家己一个字咧搬，嘿，伊就通一个敢若舞台天个重的景卡。是对啊，嘿，当时敢若庙共款是，当个庙共款了重的景卡也家己一个咧搬尔啦。是，伊就甲什么共款啦？甲咱即摆现代街头艺人共款。校长兼讲经，行到地搬到地，行到地伊家己一个尔。嘿，家己一个人，伊从整敢若庙的去重个整个楼，爱搬安尼咧搬。是，咧搬的中间，咱下骹身躯互看着咧，没有从对，互看着，毋知去从咧搬去围。是，去围咱的身躯。嘿，毋知迄个讲拢讲布袋。迄个布袋其实是指为你分书的迄个布袋，嘿，是布袋了，是布袋伊按那蒋中义无共款嘿，蒋中义也有彩楼，是，也有后场，也有头首甲二首拢有啦，是，我一生的这个咱这个蒋中义的物件我无咧重口碑，嘿，我拢重什么？重咱听红啊关系。就是你的手的表现就对啊。咱的手的表现真厉害啦！咱哪厉害呢？你完全咱去外国搬点，是，我要搬观众看点，咱讲到尾听无啊？是，独咱这技术最个要紧。嘿，听无，但是大家拢有目睭，所以做了后大家拢看有。对，咱从这艺可以欣赏。是，可以欣赏看到的了，伊拢真好路。所以这是你自我介绍特别强调这个蒋中戏的这地安尼。对啊。安那练师的咧，你要来讲自我介绍，讲我是创啥的啦我
本正我是开始我是学布袋戏，嘿，毋过学布袋时阵，阮爸爸甲我讲，若要学布袋戏，就爱兼学跳钟馗。啊，钟馗是，跳钟馗甲布袋连带关系啦。来讲家里个头布袋戏尾，是，来闹热时阵，阿阮呀，托你讲你闹热，要请你的布袋戏。现在你爱甲我开庙门跳钟馗，是，你家里若无学，就无法度人演，伊就毋请你啊。啊，无你就爱另外搁找人来斗相共，对啊，哦，就较麻烦啦。嘿，所以咱家己台探北来，这就是阮要学开始。阮爸爸讲你就爱学，我细汉迄阵啊，搁咧读书啦，是，要加减学，缀老爸识过去。阮爸爸是咧做红头图书，是做西工啦。迄阵啊，要叫我学西工，我就讲啊，穿个西工衫歹看。啊，你嫌歹看？就学布袋戏较趣味。我就是讲爱学布袋戏。这就是我一部分。所以细汉的时阵小可较虚华淡薄。对。所以后来甲，因为咱做布袋戏嘛是需要学咖喱戏，所以你等到后来豆走向咖喱戏，变成伫咧较注重伫咧咖喱戏即块安尼。所以这是咱。我一部分吼，迄那布袋戏，阮爸爸是古早法。是，甲咱北部无共款。是。我在地我是新竹人。迄阵啊，看到台北老师去甲新竹搬戏台，就讲人台北的布袋戏呢真好。是，前场也好，后场也好。差咱新竹才讲差真多啦。迄阵啊，我逐工就是讲要去研究，去看人按照搬，真拄我拄老师在欠人。叫我去斗相共。是。对我介绍人就大家拢有熟悉啦。来讲你去甲斗相共，这就是缘分啦。所以你才真正加入布袋戏这道，到后来才佫较有机会，佫行对这个咖喱戏安尼。但是今日吼，咱要找两位做伙来，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是。一般以两位来讲啦，因为恁拢是国宝中的国宝啊，所以其实一位敢若一位吼，咱可能伫咧开讲啊、访谈的过程当中，就会使讲2点钟去啊，是安那一届要甲两位做伙找来咧，除了这个制作单位下档本以外吼，上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两位吼有真侪真复杂的关系，这是外人较无遐清楚吼，所以我真希望会使来开讲一下关系这件代志，因为恁两个其实有两缘的关系。咱先来讨论这个较公司这边的，就是包含讲学艺，对不？因为拄则连师嘛有讲起着讲，因为有布袋戏班来到咱新竹的演出，你甲讲，哦哟，原来人是安尼做的，所以你就想要去学，拄好伊嘛有伫欠人吼，所以你就去参加。那你参加的这个团是什么团呢？我参观这个布袋戏，就是老师的元年，阮的布袋戏就去新竹公演。是，会使讲人气足好啦。时间咱袂够拢客满。我就是讲，我两个北部布袋戏吼，那真好。那法度来去学功夫，真拄好缘分啦。缘分拄我欠人，拄我甲老师讲，老师讲，你若爱学台北的布袋戏。甲我斗阵，等下台北，新抓来去学功夫。是，我说对老师。元年日子搬线透明，就我离开新竹来台北。咱若对布袋戏小可有较了解的人，可能听到叶冠仁就知影讲，这个你拄仔一直无提起名的这个老师到底是啥呢？咱是讲元年，大家都知影啦。嘿，对。这个班名评名较厉害。哎讲元年，大家嘛知讲李天禄老师就是李天禄，大家都捌。李天禄这个名，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啦吼。只是讲两位甲这个李天禄本身拢有一寡关系吼。你是对于学师啊嘛，还是你的师傅无错？对。嘿，但是咱的谢鸿生这边佫较另外一缘的关系，对无？伊是你的爸爸爸爸，你爸爸叫个足古锥的咧。我想讲，你会讲阿爸叫爸爸有够古锥的。谢鸿生嘛是有对李天禄老师来学戏，对无？当时伊佫是恁阿爸。恁两个人其实等于讲是师兄弟的关系，对啊，师兄弟啊。但这个师兄弟的关系吼，其实我唔知恁实际上斗阵起来，因为过去的师傅伫咧教这个师啊，其实拢唔是讲安尼
豆豆啊教，豆豆啊教吼。过去师傅无安尼啦，讲像打讲爱豆豆啊捏稳稳啊请吼。我想讲，就算讲即个李天禄老师是即个小凤生的阿爸吼，大概嘛无讲安尼一步一步安尼伫看教啦，对无？吼，嘛是拢爱家己偷学嘛，哪看哪学安尼。恁两个拢需要对李天禄老师哪看哪学。即个过程当中，敢咪讲两个人互相交流，一个讲，我今日看到一个啥啊，做无啥会出来啦。啥？恁两个伫咧学戏的过程当中，敢咪有即款交流？这种交流伊较袂啦。哦，恁拢虽然学虽然会啊，哈啦，嘿，虽然学虽然会啊，哼，有咧确实吼，确实阮爸爸吼，伊也无时间能够教咱。嘿，有影有影，所以恁拢爱对于出团的时阵来去学嘛。要加嘛猛看尔啦，嘿，啊要去教吼，伊无太人教啦。敢有迄个心肝头，迄个竞争的感觉无？讲我是即个李天禄的囝呢，我当然学了上好啊！啊，别人敢若愈做愈好，我爱加油，我进步，敢有即款想法？有可能。嘿，喺半夜中间哦，凡事干那我尔啦，啊人别人是袂啦。阮爸爸对我是真歹啊，真歹，对啊。你若去那行啊吼，请袂有哦，是伊玻璃红仔头哦，早个就甲跪落去啊。真严啦！啊，其他的即个师仔学戏的人拢袂，我拢袂用拍。所以连师真正无互老师教你哭过啊，啥拢无。老师会知讲对我足好诶。嘿，迄阵仔要学即个功夫吼，真歹学啦。是老师无法通教你，按怎啦？迄阵仔来一个月30工，老师拢30场啦。无休困，为啥暗时倒转来拢12点外？稀咧咧啊吼！转来伊食者点心咧，就要困。到明仔载天光，阮要学师啊，只有甲伊斗阵，甲老师斗阵去，在边仔看。老师无法度教你，叫你家己看。是，毋知咧甲问啦。所以你会干咩？会啊，咱若学诶时阵，即步是按照行法，爱问老师。趁有浪胖的时阵，就浪胖到法度，迄阵啊较无法度啦。按怎啊？伊转来拢过半暝啊。即摆困起来，中昼食饭，食饱要搁出门。阮若去甲边骹，只有是坐边仔看。看老师的动作，看伊咧讲话，吼，看伊这面角，这是爱家己学。你无法度老师甲你讲，老师鱼长做啊，伊嘛是甲你坦白讲的啊。你爱家己看。功夫你就爱家己练啦。你若看到恁师的大卫亚有做出一个真特别的动作，做出真厉害的所在，哇，这确实厉害！你甲学起来了后，家己做会出来了，你心肝内敢会讲特别足欢喜，讲啊，足有成就感的安尼。哦，咱嘛感谢老师啊，感谢老师讲，伊今仔有甲咱讲，我咧做动作，是恁家己看，家己看家己学，这就爱靠家己啦。是。要老师要甲你讲逐项，伊无法度啦。叫你爱认真学就对。功夫爱家己练，但是伊伫咧较重点的所在，甲你点一下安尼。对，甲咱点法，这是要按照面角伫咧倒位。是上要紧就是安尼呀。啊，恁敢会有竞争的心情？无啦，拢无，恁拢无，大家这时阵录音拢足客气的。无，毋是安尼讲，安那一人做一法。啊，是，无共款。所以你感觉就算是共一个师傅做出来，共款的有无共款的这个特色出来？有啊，你就一人学一款啊。你家研究一款，人讲你看步数，咱看是安尼，是，伊看无共款啊。无共款，两个做起来就无共款啦。呀，老师甲你讲恁就照安尼做，你也共款，我也共款。是。问题是安尼啦。所以恁做出来就袂讲咱共一个模仔刻出来安尼，伊敢若一个宝库共款，虽然为内底摕出什么物件是无共款的。对，靠家己脑子。我讲这是真趣味哦。毋过这只是恁伫咧公司方面的关系尔，但是恁有公司以外的关系嘛，对无？我听人讲有一句话讲，高表相挺是亲他亲嘛，但是恁是在这个师兄弟好关系，落尾佫结亲家。对，恁的这个亲家关系是什么款的亲家关系？亲家关系送甲送怪去啊！这就是安怎啦？这讲亲情关系。这就是老师做唔人啦。我一个查某囝。是。就老师看讲这查某囡仔乖乖啊啦。做下阮孙。老师的孙就对。是。就是阮亲家的后生啦。是。得结亲情。师兄弟搁变亲情。是。亲搁较亲。对啊，亲他亲。这就是老师做唔人的。
嘿，啊，你无想讲，我一个查某囝安尼乖乖水水啊，你甲我怪去啊？迄是缘分啦。啊，对，这是缘分，这是查某囝福气。关系遮亲近，像咱讲，恁阁是亲家，又阁是师兄弟吼，熟识足久啊嘛，超过一甲子啊。伫恁的心目中吼，恁对方其实已经遮熟啊吼，对方是什么款人？恁家己若伫看待对方的时阵，比如讲我举一个例，有的人是讲有的人是较率性，有的人恢复性吼，就讲代志虽然向错举就举起来，但是讲过啊就好啊吼。有的人是讲你问通看伊安尼温温啊啦，好斗阵啊，但是一项代志心头若了好，定是拍死无提，即款人嘛有。恁互相看对方，感觉因是即个人的性地什么款的人，咱共款小红先生这边先甲听友来解说一下好，你来看联赛啊，伊是什么款的人？这互相哦，大家爱相让啦。有捌冤家过无？唔捌啦，冤家不啥代志啊，嘿，也袂冤家啦。你感觉联赛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嘛真中和啊。就是属于较中和这款的。对啊。爱互怪无？上袂啦，袂，伊也袂敢怪啦，也袂向我怪伊，拢袂啦。个性较中和，较调直就对啊。较调直了，对。较调直了，但是讲话你袂感觉讲讲甲遐清楚，讲遐明要创啥？袂啦，袂安尼。嘿，我毋知你讲互相大家相让。哦，这个联赛这边咧，知影个性就好啦。嘿，免人阮。我就是唔知影，你知影我是唔知影，我就甲你问。这是互相阮对方拢会了解。嘿，免人讲阮亲家，讲师兄会讲诶，嘿，伊诶个性佫偌好，什么人都甲认定啦。是，恁若好朋友爱是亲情，伊真好斗阵，大家好，伊袂看悬，袂看低。是，大家都学落啦。小红先是认定家己人，恁就是拢足好斗阵。对，大家好斗阵。我听人讲家己煲较袂臭臭，恁无咧，恁互相煲袂臭臭对。你伫咧对方心目中拢是真好斗阵的人的迄个感觉。对。嘛确实毋捌冤家过。无啦，恁连细汉、较少年的时阵，学师的时阵嘛，拢毋捌冤家过。毋捌。就安尼行过一家子超过。对啊。我看这以现代社会来看，是真罕见的经验。因为大个人其实讲实在，因为生活当中有各种无共款的议题，真侪咱来处理的代志，但是人的性地日夹起来吼，你讲。就亲兄弟嘛，是冤家嘛，吼，搁较免讲，咱可能平常时的公司的同事啦，或者是朋友啦，拢有可能的冤家，甚至为着政治立场，为着什么观念无共款，加减嘛拢有一寡即个门市帮斗袂歹的所在。但是恁行一甲子的时间，拢够法度安尼互相报到即个程度，大家互相啊，毋是啦，咱做这戏的人啊，一定要了解，是了解什么人就好啦。你会使去掠一个人的性，所以知影讲伊倒位啊，可能较好，倒位啊，咱莫去甲翻着就好，就甲人甲送拢好的意思就对了。咱若斗阵知影讲即个人斗阵久就知影讲即人做代志什么款，咱会了解。较好，咱该好斗阵；是，若较歹，表面上啦，咱莫去得失。是，咱搬这戏人。就是食八方饭啦，嘿是。人讲食四方饭，搬戏是食八方饭。所以甲送拢爱好啦。目睭就爱金啦，看会捌。讲这人就袂歹啊，是，较凊彩咧，但互相啦，互相来互相去，就斗阵会久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的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小红生嘛是同款的想法，对啊，拢是安尼。你看恁阿爸伫做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伊的方法嘛是同款，甲送拢好安尼。伊安对别人拢袂啦。
那对我特别较歹。咱伫这集内底吼，再过偌久的时间，谢鸿生已经提起第2遍了，就是爸爸对我较歹。这是拄好后一题，我嘛真想要跟你讨论的这个话题啦，吼，就是因为你是对家己阿爸学戏吼，当时就是安尼，女亲的人咱就敬庙起神，对无？唔是安尼，唔是安尼。我唔是讲你敬庙起神，是讲咱有阵时对家己的人吼，家己厝内人吼，伫咧互动，甲对外人确实会无共款。这是正常的，只是讲阿爸敢若特别伫咧看教你的这个掌中戏这个学戏的经验内底有特别严格。我当听起来，比如连师讲起来，较像一个这个真慈祥的这个阿爸的感觉吼，就是士大啦吼。但是你拄到的这个平平共一人，迄个个性和你的感觉其实无啥共款嘛吼。你学戏经验内底，阿爸的这个严格到底是什么款呢？伊的严格哦，这阮爸爸伊家己想的啦，家己想唔对啦。看到唔对呢，阮老爸是阮老母啊招的，是，有相年是的啊，姓李甲姓陈啊，对，我是抽舞社啊，对，抽猪母社，对啊，抽舞社对，但是安怎样，伊的个性，大家较袂去听这个听就对。哦，你认为伊对无共性这件代志，其实心肝头有一寡物件伫内底啊？对啊，嘿，那最近小弟就较袂啊。哦，是小弟如果袂，小弟嘛共款学戏，对啊，但是看教的方式都无共款，对啊，无共啊。你敢会小可感觉怨气，或者是讲啊，是安那都对我较无遐温柔，遐好讲话安尼？袂啦，要安那怨叹啦。伊是咱时代人啊，是时代伊甲咱严家是颠倒好无爱啦。所以你感觉这个严格虽然是有较歹淡薄啊，但是对你的这个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帮助的。对啊，真有帮助，真有帮助的啊。伊来教我歹，我无要紧，我尽量学。讲爸爸要教人哦，伊嘛无讲能够教人，原来伊就出去搬入，逐工有啦。对。出去搬，等下到厝的12点外啦。食一点心的，睡一身躯落去困啦。不过过两日对。中昼伊走起来食，伊菜时也毋食。就是像当连师讲的，菜时也拢伫困就对啊。中昼时也八点食点，食饭饱了就要出门啊。是。所以讲伊无迄时间能够教啦。你拄则其实有提起着讲，比如讲咱请人的时阵，那动作较慢一撮，可能阿爸会无欢喜吼，可能会甲你哭一个安尼。那除了这个情形以外，还有什么情形你会认为讲伊特别歹，也是较严格的时阵无？伊感觉你做了无够好的时阵？无够好，伊安啦，伊家己观念，咱要想安尼嘛。对，比我观念袂安尼。是。对，外口也共款，家己囝拢嘛共款。对。学个物件只是安尼啦，伊无教啦，咱家己看，各家己去研究。是。精益求精。所以嘛无啥机会甲你歹着。对啊。嘿，生活当中较会是无？对啊，生活当中较会啊。对你会较严格一寡。较严格，伊对别人袂安尼啦。敢对我就遐尔。嘿，这我唔知你真正敢有伫外口讲过这个物件吼，但是我讲这真趣味吼，你嘛会使看到一个，咱定定感觉讲艺术，唔管是像恁阿爸吼，李天禄老师啊，还是讲像恁拢是国宝典籍啊，有当时咱会甲一个人看甲愈来愈伤过伤圣人啊，就是讲伊敢若逐项拢爱好，毋过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个性。对无？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缺点啦，家己的缺欠的所在，伫你的嘴内底讲出来，即个李天禄其实更较像一个人的感觉。为囡仔的角度来看阿爸，我这是足趣味的。而且你看，像拄则咱伫讲李天禄是你送的时阵，其实你是讲爸爸，对无？其实甚至毋是讲阿爸。我感觉虽然你讲起着讲阿爸可能。唔管是毋是伊伫心肝头伫计较即个性的问题吼，所以对你有较严格吼，相比其他的囡仔来讲，毋过感觉伫你的心目中，伫咧看待阿爸也是一个真亲近，或者讲你也是真爱即个人安尼。对啊，严格无要紧，嘿，对。咱个即摆食这戏来想起来讲安尼无毋对，对。因为讲，比如讲阿爸对你较严格，你对囡仔采取较严格的做法，还是讲较温柔的、较豆豆看教的方法？我唔捌，要囡仔我唔捌甲拍甲一个啦。你的时代，你都已经唔捌拍过囡仔。对，我唔捌拍。嘿，我袂拍啦。是，袂拍，啊嘛袂甲教什么有诶无袂啊。嘿，拢袂甲多啦。你心肝头有伫想讲啊，当初是阿爸有甲我哭着，甲我拍着，我不爱安尼对待我的囡仔。
哦，所以这是另外一款这个无共款的下方法。有当时有一句话无介好听，讲好种无长，歹种无长吼。但是看来其实嘛是无定对嘛。有的人会因为伊的过去的经验经历，其实是会去思考这件代志，颠倒会讲阿爸虽然确实是我的时代袂去怨册伊啥，但是伊一定有做无好的所在，人拢无迄个执政的嘛。那伊做无好的所在，我莫甲伊共款，对无？我所以你对囡仔就完全是另外一款的教育的方法啦，是安尼嘛。但是我讲这甲你的角度来看，阿爸甲连师来看因的师是，甲看李天乐是完全无共款的感觉，对无？你过去伫咧学即个蒋中义的经验内底，你拄则有讲，因为你本地嘛是对阿爸，是连师是安尼嘛。恁阿爸较早咁咪会甲你哭甲你拍？佫袂咧。哎呀，是。从我咧学即个布袋戏吼，阮爸爸是讲你较骨力练就好，总共是安怎啊？阮兄弟啊足多个啦，是无人要去学，干那个我去学即个布袋戏，是接到老爸即个共款。嘿，老爸若因了布袋爱我去做助手，是伊就逐项就甲你讲骨力练就好啦。是，较骨力练伊也毋捌甲我歹着，阮爸爸真好，嘿，袂讲管即个家内事啦。干那讲咧，较骨力练咧，迄后摆吼才接我的客。是阮爸爸伊本人是咧做红头道士，做西工啦。是。较早即个景春园就是阮爸爸的布袋戏，景春堂是阮爸爸的道士团的名。其实共一团两个无共款业务安尼啦。是人做两项。是。那嘛要叫我做西工啊？我讲做西工穿即个道袍吼，我无爱歹看。是。我才无爱学，我才专心学布袋戏。是。这学布袋就18岁，甲老师去台北。台北学我去做兵，做兵转来，再个研究。咱新店吼有几啊片布袋戏啦。是。新店一寡布袋戏团讲。你真囡仔时阵学布袋戏，甲做兵转来大人，可咧学布袋戏。是。恁着学讲话。学讲话是什么意思？学做主演啊。是。咱布袋若袂做主演，免学啦。目的就是爱学主演。我伫老师家，咱也无法度，就是为了要做兵。是。为了要做兵，一方面老师戏长做啦。一个月拢满场啊！有只个加早时咧搬，老师无法度能教你，无法度能教咱，是咱靠咱家己落去研究啊。拄我要做兵啊！做兵2年倒转来，倒转来，阮新地啊布袋遐做啊，几啊片咧啊。是。你讲你做兵转来我咧欠人，你来甲我做助手。是。咱新地有一边，或者新德园。一边有咧音乐社，音乐社是查某的。是。查某就是做布袋，做趁钱，在新竹买厝。无伊是西里人啦，伊的师傅就是吴俊良的老爸吴海带。是。老先生，伊来新竹买厝趁钱，嘛是搬布袋。伊咧搬布袋是无后场啦。用录音的。对，伊用录音的，真拄好。拄我欠人，我拄我做兵转来。伊讲上拄好，我咧欠人。你来甲我做助手，我讲好啊，毋过真拄好啦，拄了6月24，王爷公的生日，伊讲你今仔日甲我斗3工，我下晡互你搬，互你学讲话，互你做师傅就对。是，我是讲，我布袋学遮久啊咧，搁学我做兵转来吼，搁无迄机会来做主演。我讲好，我开始去因兜食饭食饱，王爷公拜拜咧。是。我落新竹来到德北，德北拄一间王爷馆，6月24要搬王爷生日，西晋王爷。伊讲下晡互你搬，我念都是讲得害啊！念是要互我学做主演，我就去想戏出啦。想讲你下晡要搬啥物？我真拄我拄笑了。阮三兄姓关宝拍雷。是，这是阮三兄戏出，较早伊咧搬，我甲偷扣啦。伊也扣起来搬，我就即阵就去搬，我开始就去学，开始学搬。迄个晡我开始扮身了后，我红啊铮铮的，开始就去搬。2点钟久的中间，我讲话无识甲查，查某老师甲我讲你会搬，你会做主的。为什么去我若应着下晡时拢互你搬。迄阵你搬是用录音的啦，用客搬。是。一团3个人啊，一个主演，一个换客盘，是一个助手。我下搬了后，我开始就是会做主演，
靠背的为遐学起来。无你到台北，老师遐出名，你无法度人学啊。对啦，主演这个部分较特别，就是讲像餐厅同款，你若餐厅有一个总铺高机食，你到时阵，那这个总铺走啊，这间餐厅就免开啊，唔管你头家是啥。所以其实虽然像拄则像先生嘛有讲起，就讲请翁仔这件代志，你的手的动作、手的表现，你会使行到世界各国大家拢看有。但是伫咧台湾，确实嘛有一部分是咱就食主演的，对无？主演这个角色创造出来了后，你甲做了足好的，吼，大家就认为讲，这个人就是爱这个声。你今日换人，比如讲有的人是这个剧团吼，一般团互咱的后一代吼，囡仔来做训，因为囡仔声无可能跟你100%共款。有的一寡咧老顾客会无欢喜咧，讲迄都无共人的感觉，对无？所以主演有伊主演的特色伫咧内底，所以你后来就为遮扣起来了，开始你毋有法度搬嘛，法度做主演。这是你当初是伫咧布袋戏学戏即个经验嘛，后来嘛有搁家己整班。不过讲到遮，我讲嘛需要互两位吼，大家会使先休困一下吼，咱后壁再搁继续。